但是呢，就是供曼照我们在修持这个曼照的过程当中来说了，就是在完整的、完全的，就是呢，就如果是能够可以修10万次的曼照的情况下，整个的供养的过程当中都是用一种供品，那么就没有换过的情况下，那也是没有说不允许，但也是那个能够可以积极质量的情况下，那就是可以换啊，那么可以多换一些，多买一些，然后就是要换，或者是经常要清洗，重新就是用怎么说呢？清洗一次呢，就是也是用各种药材，又可以再清洗那么这种的情况下，那反正最主要呢，就是为什么当初释迦牟尼佛经过6年的苦修，6年的苦修，到最后就是每天的苦修有什么结果，都看出来，实际上就是没有什么的，但也是在经过苦修一样的，就是我们在供曼照的过程当中，今天你这个供养的东西是只是一种珠宝。但是你每天清洗一次，然后晒干，然后在第2天供，或者是你10天没有再清洗，然后就是一直供，这2个功德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是修行，是用我们自己的身、语、意3种用3个东西来作为修行的工具，所以我们就是用身体来做一点点事情，用语言来念经。那么再用意念来发心，这3个都是要搭配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是我们就是多曼照的这个曼照盘也可以擦干净，就是重复的擦到就是很亮的这种程度，保持干净，那就是保持清净的，这就是一个接近的这个供品一样的，可以这样讲。那么这个供曼照的这个功的来说的话，那就相当就是供养一次曼照的话，就整个的3000大千世界包括日夜等一切整个的宇宙的一切的这个怎么说呢？佛净土、菩萨的净土，都是供养了装满珠宝跟装满各种贡品的一样的功德。所以呢，就是在作为一个供养一次曼照，都是不是什么特别怎么说呢？小的一个功德，做起来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功德。那么这个功德要圆满的方式来说呢，那就我们自己的身语意3门集中，3门一起能够可以在怎么说呢？搭配这个修法所以都要记着，身体呢就是该做的动作。那么就是在用2个手，然后就是要轻轻的擦，然后就是要做什么身体方面的，就是对于这个供曼照的服务方面都是完完整整的。那就语言来说的话，就是念诵曼照的咒语然后怎么说呢？有4句的，比如说3句、5句、9句、没多，让人给你对讲法的，诵经心的没得过来，多多囊到心的，就好的修，或者是让个人曼照了。放那里大呀这样的就是都可以的，反正就是供养的时候呢，我们要供养10万次的曼照的时候呢，就是主要都是3圣曼照以这样来供的话，就或者是5对曼照或者7对曼照那么这样的话就比较简单，也比较能够容易圆满的。所以就是大家都是靠怎么说呢？以这样的一个如法的一个供养，一直都是一个圆满的供养。所以但是呢，这个里面我们今天这个学习听这个课的主要呢，就是主要是以意念然后就是观想的供品，这个才是非常重要的。那手中的这个宝石跟手中的这个曼照盘，实际上来说呢，小小的东西，手中的宝石你每天都换的情况下，也是不会是很多钱的，也不会是太多的什么样的。但是呢，最主要呢，就是这个手中的宝石跟这个曼照盘呢，就是要保持干净，保持清净。那么就像我们如同每天我们自己吃饭的时候呢，就每天吃饭的碗是必须得要保持干净才可以嘛，对不对？我们就是用过早餐的碗放在厨房里面，然后中午的时候把那个肉重新拿回来，然后继续用的话，那没有洗过的话就不可以了，不行了那个我们就如果是没有洗过，就是我们碗放着好几天都没有洗过，重复使用的话，那能做得到吗？那当然这个是做不到的。做不到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有对我自己的执着是很严重的。
所以就我们用过一次不去洗的情况下，怕会有很多细菌。那么就是有这些细菌的话，那就会不好嘛，对人体。所以呢，我们就一定会保持干净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就是供养佛菩萨的贡品呢，就是要更加的要仔细。那么我们对这个方面越仔细越重视的话，这不叫执着，这就是重视，这就是我们一定要能够可以要做到的。我们修行是为了什么？修行是为了要能够可以在解脱轮回的执着。所以呢，就是我们一个修行人来说呢，他有什么心愿跟希望，他唯一的一个就是要解脱。那么我们为了要解脱，那么这些一切的重视是必须的要有存在的，这些不叫是执着，这是一个重视那么所以我们前面所讲的一样，就是巴智仁波切他的上司早已经证悟了，对他来说呢，没有任何亲近与不亲近，也没有一个任何对与不对，但是呢，他也是为了我们度化所有一切众生，他也是示范成相当也是的，他没有什么业障，都已经清净了，但也是能够可以消除业障一样的，为了要消除业障一样的，就是经过所有的这个机制质量的方式。那我们自己呢，就是非常清楚的自己有消除没有消除业障，所以我们既然知道了我们自己还并没有消除所有的业障，也还没有完全证悟一切的这种空性跟智慧，这样的情况下，那我们更加的要精进，更加的要努力，这才是对嘛。所以这个方面来说呢，就一定要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这里面有讲怎么说呢？那个很多上师们都有讲一些门扎的这个重要性的门扎的这个修持的必要的这些方面。自本作人着空着